個唔同㗎，大概幾多成啊？MPF 強積金佔你個退休財富組合攞嚟退休嗰筆錢，退休金嘅比例佔幾多到啊？有幾多成啊？估㗎咋，唔一定啱㗎，大概啫。有幾多？3成，有冇其他？又話3成，兩位咧？後邊咧？男士得你一個咋，係5成，仲有冇其他？視乎你管理強積金管得有幾好啊？越管得好，個比例越低，係咁樣㗎。所以如果強積金，除非你話俾我聽，我公司好好㗎，幫我供強制性以外，供埋自願性，唔係5%、15%、20%。如果咁咧，有機會去到5成。但係如果唔係咧，其實大部分公司供 MPF 俾啲員工咧，都係供叫強制性供款部分，即係話如果你人工3萬蚊樓上嗰啲咧，唔供㗎啦，就係供3萬蚊嘅啫，係咪啊？即係最盡可能就一個月供1500蚊俾你。僱主僱員加埋就3000蚊，係咁數，係咁多嘅啫。所以有啲人就揾得越多咧，退休金就越少嘅，因為個比例低啊嘛，係咪啊？所以大家去諗嘅就係，如果你糾纏緊喺 MPF， 而呢一嚿可能只係佔你成個退休嘅財富3成甚至2成，其實我俾你管到識飛嘅，管到幾好都好啊，唔代表你嘅退休有做得安排得好㗎。